啦，大鑊啦！學校 predict 咗我英文 reading 卷得 level 2啊，點算啊？Luna，你一定要救我啊！今次唔使擔心喎，而家可以補習噶嘛。係喎，仲要補習喎，咁我應該補大型補習社好啊，定係小型補習社啊，定係私補好呢？我相信呢個應該都係好多人嘅問題。到底我哋應該揀去啲大型補習社好出名嘅名師補習啊，定係私補呢？我覺得大型補習社嘅好處咧就係疏試多、練習多，即係咧佢會除咗佢教材以外咧，佢都仲有好多嘅額外嘅資料啦、額外嘅寫作文啦，你可以交翻俾佢啦。但係咧呢啲咧就係適合一啲要非常之自律嘅小朋友咧，先至可以有好大嘅進步。如果以你而家呢個情況咧，我係好建議你去揾私人補習嘅，因為咧當年咧我都係俾學校 predict level 2啦，然之後咧我就透過咗 Tutor Circle 咧揾到我嘅人生導師，發現咧原來我係完全唔適合做 B2 卷嘅，因為傳統 Band 1嘅名校咧成日都會谷小朋友咧去做 B2 卷啦，話做 B1 卷唔抵㗎，好容易 level 3，但係咧我根本就唔適合做 B2 卷，所以咧我喺呢2年期間咧不停幫我操閱讀卷，操一個星期會交4篇閱讀卷啦。嗰陣時俾我呢一個老師啦，不停操，最後咧我喺 DSE 嘅時候咧係攞到 level 4嘅閱讀卷，所以我真係好多謝我嗰陣時嘅英文補習老師。如果唔係，可能我仲係聽學校講咧，咁就大鑊啦。原來係咁，即刻就去 Tutor Circle 度揾專屬於我嘅補習老師 ，Go！